过无偌久就要过年咯，真侪人拢会准备一寡花放伫厝内，增加过年的气氛。这个花要安怎照顾呢？咱也赶紧来听专家的建议。再过一礼拜就要过年啊！真侪人过年时阵会穿一寡盆栽，放伫厝内加添喜气。除了较侪人知的兰花，阁有啥物款的花较适合？老师提醒，因为过年放假时间较长，建议买一寡较袂接近咱的花材。我希望过年的时候呢，家里就有热闹的气氛，然后呢，希望我家里呢有喜气洋洋的感觉。选一些银柳，那就感觉好像银两很多啊，或者是说像我们的荆棘呀，感觉好像也是那个很吉利。建议大家放一下比较耐久的，比如说像这个兰花的盆栽。兰花我们通常摆的话，可以摆到1个月到2个月。切花的部分的话，大家可以挑选一些有年节的感觉的菊花，因为菊花在我们台湾来讲算是产量比较多，而且菊花是非常耐放的一种花卉。除了安怎种花材，老师也针对要安怎照顾兰花，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压伤济水，1个月敢若需要压1遍至2遍都有够。你可能1个月1次到2次浇水就可以了。你反而多水的话，那你的盆子如果又是封闭的，没有洞，它的水排不出去。植物反而容易烂根。新一次花艺设计学会，也特别在过年前透过37位老师设计真侪适合过节放在厝内底的艺术品，希望大家透过欣赏美丽作品，减轻疫情的压力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